来看嘉义有这民众不管讲高雄的桥头地检署张提搜查票来处理，讲伊牵涉到诈骗案，落尾后是找唔到人，伊的银行口座嘛，互来做监视的口座，伊实在是真困扰哦。地检署表示讲，因为当事人甲嫌疑人共名，实在是真歹势，嘛已经通知银行来解除监视，冒向当事人回失的。检方早搜索票上门，互民众三无掌。嘉义一个民众就报了公社投诉，高雄桥头地检署人员29早起上门讲，伊互检举涉嫌一件叫客买油仔币的诈骗案，佮翕当事人的相片，互检举人确认，落尾煞发现是揾唔到人。办代志这个嘛是读较小可无啥清楚啦，无啦安尼。民众认为检方无确认清楚，会造成当事人的困扰，也毋过误会毋若一解。一个去互认唔到的当事人，迄天下晡5点外，又搁收到口座异常的通知。经过了解，才知影银行收到检方发函通知，甲伊的口座通报是监视口座。我没有办法做生意啊，资金就等于被断掉了。那我老实说，如果我今天我跟人家叫货啊，我不转账给人家，人家会不会去举报我是诈骗集团？我不就真正变成诈骗集团了吗？搜索的处所与原设定的处所是错误的，但是只要搜索的地点跟法院的搜索票是一致的，原则上检察官不会有任何刑事问题。但是因而造成被害人而财产被冻结，这一些可以依照民法184条跟195条。请求损害赔偿。律师表示，若造成民众的损失，会当要求损害赔偿。检方发声明回应，当事人甲检举人提供的嫌犯具名相共，才会无毋对。迄天无执行搜索等强制处理，冻结口座是要防止诈骗集团甲钱转出来，已经通知银行解除监视口座，而且取得当事人的谅解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